您是否厌倦了明明才60岁，感觉却像70岁一样苍老？让我跟您分享一个关于我的客户林阿姨的故事。63岁那年，林阿姨觉得每一天都像是在水泥地里艰难跋涉。她一早醒来就感到精疲力竭，甚至还没吃午餐就需要睡个回笼觉。她的一生告诉她，这只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但是在对早餐做了一个简单的改变后，现在的林阿姨不仅经营着一个在地的读书会，每周当2次志工，甚至走路的速度还比她的孙子们快。她现在拥有如同40多岁女性般的充沛活力。这就是我要大胆告诉您的真相：每天早上感到的疲劳、脑雾 （brain fog） 以及缺乏动力，并不是老化的必经之路。这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取决于您早上10点前吃进了什么。作为一名钻研银发族细胞活力与代谢长达20年的研究者，我可以告诉您这件事实：产值数10亿的加工食品产业。不想让您知道的是，您所依赖的那些麦片、烤吐司和含糖优格，实际上正在耗尽您的元气。今天我要揭露3种特定的早餐公式，我称之为早晨活力金三角。它们能让您的身体充满恢复青春所需的营养素。这是一个简单的代谢修正方案，它改变了林阿姨的生活，同样也能改变您。但首先让我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以及您目前的早餐是如何让您陷入健康陷阱的。请耐心听我说，因为这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迷人。老实说，就像许多人一样，您的早晨例行公事可能是一场挣扎。您可能在凌晨3点醒来，伴随着不宁腿症候群 （restless legs）， 或者您按了4次贪睡闹钟，对新的一天感到恐惧。当您到了第3杯咖啡时，感觉却像已经跑了一场马拉松。您知道早餐后那种沉重的下坠感吗？那种大脑突然宕机的感觉，这不是您变老的迹象，这是您的身体在一天开始时正在与巨大的糖分和体内发炎进行殊死搏斗的信号。看看统计数据吧。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71%的60岁以上成年人表示每天都有持续性的疲劳感。更惊人的是，这些人中有超过47%的人吃的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早餐。恶性循环是这样的：您吃了一顿高糖低纤维的早餐，试想一下吐司、马芬蛋糕或一碗甜麦片，您的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飙升，接着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胰岛素式图浆，血糖压下来。当血糖崩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疲倦和脑雾，以及突然极度渴望糖分或咖啡因的感觉。这种急剧的飙升宇宙将会引发发炎反应，正是导致慢性疼痛和加速细胞老化的元凶。研究人员发现，早餐的选择直接影响您的压力荷尔蒙反应。当您早上吃得不好，您的压力整天都会维持在高点，让身体处于紧绷状态，无法进行修复与复原。您本质上是在给一台精密的机器注入劣质燃料，却期待它能展现巅峰性能，这是不可能的。食品工业卖给您的是快速补充能量的方案，但实际上那是快速崩盘的捷径。现在让我向您展示简单而优雅的解决方案。我们要翻转这个剧本，我们要安装一套代谢火箭燃料系统，给您持久的一整天活力。这套方法已经改变了我帮助过的数千人的生活。让我们从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开始，但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吃它——燕麦。我说的不是那种基本上就是磨碎糖粉的即食燕麦，我指的是钢切燕麦 （steel cut oats） 或传统大燕麦片 （rolled oats）。为什么它有效？
燕麦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的宝库，特别含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 （beta glucan） 的成分。这不仅仅是帮助排便的纤维，这种纤维会在您的胃里形成一种凝胶。从科学机制来看，这种凝胶有2个作用。首先，它能显著减缓食物中糖分的吸收，创造出长效、温和且持续的能量释放。没有飙升，就没有崩盘。其次，它作为一种益生元 （prebiotic）， 能喂养您肠道中的好菌。为什么肠道对能量很重要？您体内90%的快乐荷尔蒙血清素是在肠道制造的。健康的肠道意味着更好的情绪、更少的发炎和关键的能量调节。一项研究显示，每天摄取贝塔葡聚糖的参与者，在短短6周后，发炎指数降低了15%。这意味着疼痛减少，能量增加。但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光吃燕麦是不够的。您需要燕麦双重奏，您必须将燕麦与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配料结合，这是开启逆龄效果的关键钥匙。准备技巧与分量：取半杯前燕麦，用水或无糖杏仁奶煮熟。强力配料拌入1汤匙的奇亚籽或研磨亚麻籽，提供健康的抗发炎脂肪，以及2汤匙切碎的核桃或胡桃，提供蛋白质并有益大脑健康。时间点在起床后1小时内食用，这将为您一整天的血糖设定基准线。快速食谱：抗发炎燕麦碗，半杯煮熟的刚切燕麦，1/4杯蓝莓抗氧化之王，2汤匙奇亚籽，2汤匙切碎的核桃，撒上一点肉桂粉，天然的血糖调节剂。我的一位病患，退休会计施晨先生，以前上午总是精神不济。他把含糖麦片换成了这碗燕麦后，根据我们的追踪数据，他下午的能量水平提升了47%。这不仅仅是感觉好一点，而是巨大的、可测量的改变。燕麦双重奏很棒，但如果您时间紧迫，或者咀嚼对您来说有些吃力，那么我的下一个代谢解决方案更加强大，而且2分钟就能做好。请跟紧我。因为这个果昔食谱绝对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这是我的秘密武器，专为那些想拥有像打了强新针般的活力，但又不想心悸的人所设计。我称之为粒线体果昔。粒线体是您每个细胞内的能量工厂，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工厂开始生锈变慢。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喂养它们运转所需的精确营养素。关键成分：菠菜和酪梨。是的，我知道这是绿拿铁、绿色果昔，但我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科学机制在于我们专注于镁和多酚。菠菜富含镁，这是细胞内许多能量产生反应的关键帮手。酪梨则提供身体所需的健康脂肪，以吸收那些脂溶性维生素，并让您饱足。到午餐时间，大多数人忽略了这一点，但这至关重要。如果您只喝水果加冰块，您只是在为下一次的血糖崩盘做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将其制做成完整的抗衰老餐点。完整的粒线体果昔食谱：绿色蔬菜，1杯新鲜有机菠菜，提供镁和叶酸；健康脂肪1/4颗酪梨，提供缓释能量并帮助吸收。蛋白质来源：1/4原味胶原蛋白、胜肽粉或半杯希腊优格、鸡肉的基石。液体基底：1杯无糖椰奶或杏仁奶。抗氧化剂：半杯冷冻莓果，低糖高抗氧化。秘密助推剂：1小撮红辣椒粉 （Cayenne pepper）。为什么要加红辣椒粉？红辣椒粉含有一种天然化合物，经证实可以暂时提高身体燃烧能量的能力，并促进大脑的健康、血液流动。它是您体内引擎的小火星塞。
一、象长期研究证实，富含植物性化合物，如莓果和菠菜中的成分的饮食，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减少，高达28%，直接相关。这就是思绪清晰与令人沮丧的脑雾之间的差别。分量与时间将此作为您的唯一早餐替代品。它让您的消化系统得以休息，同时让细胞充满燃料。它携带方便，对胃部负担小，是代谢的游戏规则改变着。但如果您是传统派呢？如果您需要咸食，别担心，我有个蛋白质的小撇步，吃起来像疗愈美食，但提供的动力比双倍浓缩咖啡还强。接下来这个方案对于肌肉保留更为强大。欢迎来到精益蛋白质重置法。几十年来，我们被告知要限制鸡蛋中的脂肪摄取，那是个错误。对于60岁以上的族群来说，蛋白质是被最严重忽视且最关键的营养素。问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会流失肌肉量，肌少症，肌肉减少，意味着新陈代谢降低，力量减弱和更多的疲劳。您的身体需要在早晨接收一个高品质的蛋白质信号，告诉肌肉是时候构建和修复了。解决方案：优质鸡蛋和瘦肉。科学机制在于白氨酸 leucine 鸡蛋富含一种叫做白氨酸的增肌成分。白氨酸是启动肌肉修复的扳机，您需要摄取足够的剂量才能获得这个增肌信号。那是多少蛋白质呢？这意味着您早餐至少要吃3颗全蛋，是3颗，不是1颗，也不是纯蛋白欧姆蛋。一项针对65岁以上长者的研究显示，早餐摄取30颗蛋白质的人，在12周内的肌肉保留率比只摄取10颗的人高出40%。但等着看我为您的炒蛋准备的秘密武器。完整的精益蛋白质重置餐，蛋白质基底3颗全蛋，做成炒蛋、水波蛋或意式烘蛋。精益助推剂，可选蛋推荐2盎司优质火鸡培根或薄切鲑鱼。秘密武器：姜黄。在烹饪炒蛋时，拌入1/4茶匙的姜黄粉。喂，什么是姜黄？姜黄含有一种叫做姜黄素的化合物，这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抗发炎化合物之一。发炎是能量和关节健康的隐形杀手。以姜黄素开启新的一天，就像服用了一颗对抗全身发炎的抗衰老药丸。准备技巧：不要害怕蛋黄，蛋黄含有对大脑健康和记忆力至关重要的营养素。旧的建议是有缺陷的。时间点：这顿饭消化稍慢，这是好事。它提供稳定、强劲的能量来源，可以支持您完成锻炼或一个高效的早晨。我认识一位退休教授，他曾为了抱不动孙子而苦恼。他讨厌喝果昔，我们让他改吃4颗鸡蛋加鲑鱼的早餐。不仅他的力气变大了，据他所说，1个月内他的思绪清晰度也提升了60%。蛋白质滋养大脑的程度不亚于滋养肌肉。这3种食物是基础，但还有一个关键的第4要素，一个额外的小秘诀，以及一个可能毁掉您所有努力的警告。接下来的部分非常有趣，请继续看下去。我们已经涵盖了燕麦双重奏、立腺体果、硒和精益蛋白质重置，但真正顶尖的表现者，那些60多岁却真心感觉像40岁的人，遵循着一个特定的矩阵来确保全天候的能量，而不仅仅是早晨的能量。活力矩阵的4大支柱：抗发炎基底、代谢触发器、水合启动剂、肠道屏障护盾。支柱3：水合启动剂，这是大多数人忽略的。您整晚都在进食，身体处于脱水状态，喝白开水是可以，但不是最佳选择。诀窍：早餐前
喝500 cc 约16盎司的水，加入半颗柠檬汁和1小撮海盐。科学原理，柠檬提供温和的肝脏净化作用，也是维生素 C 的极佳来源。海盐提供必要的矿物质和电解质，帮助您的细胞真正吸收水分。这比任何咖啡因冲击更能唤醒您的神经系统和细胞功能。明天就试试看，这个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支柱4：肠道屏障护盾。您的肠道内壁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当它受损时，肠漏症、发炎粒子会溢出，进入血液，导致慢性疲劳和关节疼痛。护盾大骨汤味。什么是大骨汤？它富含天然化合物，这些正是修复和密封肠道内壁所需的建筑材料。把它想象成修补身体防护屏障上的漏洞。如何使用？餐前喝半杯温热的优质大骨汤，或是用它作为煮缸切燕麦的液体基底。请留步，因为下一种食物虽然简单，但它增加能量的效果会让您震惊。最终补充剂加强版巴西坚果 Brazil nuts， 这些技术上算是食物，但作用像强效补充剂。其中的营养素是硒、selenium、钋。什么是硒？硒对于甲状腺荷尔蒙的产生绝对至关重要。您的甲状腺是代谢和能量水平的主线体，甲状腺迟缓等于身体迟缓。剂量每天只吃2颗巴西坚果，它们非常强效，2颗就能提供您每日所需的全部硒含量，千万不要过量。2颗就是神奇数字。前后对比情境想象，您就的早餐咖啡、糕点或吐司，结果血糖飙升、崩盘、脑雾、关节僵硬。现在想象活力矩阵，水和启动剂，柠檬盐水，肠道护盾大骨汤，精益蛋白质重置3颗蛋加姜黄，结果稳定的血糖、抗发炎流动、立即的肌肉修复信号，以及持续的思绪清晰。这就是在60多岁时仅仅活着与充满活力的差别。现在，如我所承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警告：这种常见的健康食品可能会抵消早晨活力金三角的所有好处。在听到我的警告之前，请不要碰它。关键警告：小心健康陷阱。食品业销售许多看起来健康，但实际上是代谢陷阱的产品。我说的是低脂底部水果优格。问题在这里，当他们为了标榜低脂而去除脂肪时，必须用某些东西来替代，以保持口感。那个东西几乎总是大量的添加糖。大多数人忽略的是，一杯典型的6盎司水果口味低脂优格可能含有高达25克的糖，这相当于一整条糖果棒的含糖量。您以为您吃的是富含蛋白质、强健骨骼的早餐，但实际上您正在让血糖飙升，助长发炎，并导致我们极力避免的能量崩盘。解决方案：如果您一定要吃优格，请选择原味全脂希腊优格。脂肪有助于减缓糖分吸收，而且希腊优格的关键蛋白质含量要高得多。然后您可以自己加几颗新鲜莓果和淋一点蜂蜜来调味，由您来掌控。额外小撇步：肉桂最后一个简单的奖励，每天早上在您的燕麦、咖啡或优格上撒半茶匙肉桂粉。肉桂是一种神奇的天然化合物，经证实可改善身体处理食物糖分的方式。它帮助身体更有效地管理血糖，意味着整天能量更稳定。正确的食物组合，正确的时间点，加上避开陷阱，这就是让感觉年轻20岁的蓝图。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要在60岁后解锁全天候的能量，您必须支柱1用强，大的燕麦双重奏滋养肠道并减缓糖分吸收。支柱2，用立腺体果昔中的脂肪、蛋白质和营养素点燃细胞引擎。支柱3，用精益蛋白质重置3颗以上的蛋，
发送强大的肌肉，构建信号。支柱4，避免低脂优格中的隐形糖分。这不是关于节食，这是关于胃。您的胃来补充燃料，您值得待着。那些您以为已经失去的能量和活力，度过您的60岁、70岁和80岁。这一切从您的下一顿早餐开始。如果您准备好掌控自己的健康病，获得更多抗衰老的智慧，欢迎关注更多相关资讯。互动时间，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明天您会先尝试哪一种早餐公式？是燕麦、果昔海，是鸡蛋？在未来的分享中，我也将揭露5种常见的药物，它们正在暗中耗尽您的维生素 B。12病导致午后精神萎靡，您绝对不会想错过。强势开启您的一天，掌控您的能量，并夺回您的活力，您一定做得到。